多謝晒。咁我好開心啊！每次翻嚟祭記分享嘅時候咧，都係勾起一啲好好嘅回憶啊！我就係1974年進入呢個登錄小分制，就讀中4嘅。咁我係讀 B 班，我係6歲開始失明嘅，所以我喺長大嘅時候咧，喺深光眼學度讀書。74年嗰個係咩年代咧？我中3畢業，中3畢業當年嘅失明嘅人咧，就可以學電話接線生，同埋去賣人工廠做嘢啦，或者一般嘅工廠有啲工廠都會請嘅，係啦。咁所以74年又咩年代咧？就係我哋其實啱啱先至推行小學強制小學6年班，9年免費教育仲未開始。咁所以對一般人嚟講，其實初中3畢業出去做嘢咧都平常嘅。咁未有機會俾失明嘅人讀書咧係好少，係應該等於係冇啊。咁就亦都冇特殊教育，冇平等機會委員會，乜都冇。咁但係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成立咗一個失明人嘅學生中心。嗰個中心嘅一啲嘅負責人，即係我一啲師兄咧，就同九龍聖光濟嘅Brother Gregory 聯絡，可能透過中間一啲嘅人介紹啦，咁問佢可唔可以試下收一啲失明嘅朋友，佢哋好開放嘅態度，就試下啦。咁就我做咗一次測驗嘅。咁我諗住咧就同 Brother 講話，我入嚟讀中3。咁佢話考完睇完我啲卷之後，佢話中3唔好意思冇位，你讀中4啦。咁咧啲同學咧有時唔係好識得生字嘅，咁啊會互相問噶嘛。但係咧佢哋一見到我睇唔到咧，佢就會收聲。我話唔緊要，或者我識咧咁樣。咁於是咧我又即係比較大膽個人。咁就唔係好怕人哋即係俾人隔離啊，或者咁樣，即係咁，所以咧有啲同學同我一齊又即係吹水啊，去出去食午飯啊，講下女仔有得才華下咁樣啊，咁所以咧就我好快就適應咗小分制，即係呢個有教無類呢個精神咧，唔係理所當然嘅，因為其實有好多學校咧當年咧都係拒絕收失明嘅人士，我哋試過問過好幾間㗎啦，嗰啲又冇嗰啲又，但係我入到學校嘅時候咧，第一堂我嘅班主任係陳祖紅老師，咁佢一開始就同我講，佢話嗱，我哋咧就唔係好識得教你嘅，咁你話俾我聽，我哋點樣做就得啦，即係樣樣都係以一種 make do， 即係你有咩需要我哋解決呢個問題，而唔係有一個嘅所謂。我要專業啊！我要點樣啊？大家都係以教學，而我都體驗咗同好多嘅同學一齊學習。學習唔係一定要視力，學習係用努力，亦都係努力嚇。咁所以咧就學習，我哋係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掌握呢個問題同埋佢嘅答案，係啦。最緊要係有一個嘅好奇心，一個不斷追求了解解決問題嘅一種嘅動力，呢個就係學習最基本 curiosity。即係我睇唔到黑板嘅數學題目，我隔離有個同學會試下描述俾我聽，咁於是我都答到一啲關於三角啊、幾何啊咁。呢段係我讀書嘅經歷。咁我冇想象過。我會考到入香港大學嘅，咁結果都考到啦。就我哋有3-4個同學考咗入去大學啊。我同阿陳志雲係同班嘅，係啦。咁呢段經歷咧，我永遠唔會忘記啦。我有一個嘅 brother 咧係教我英文嘅 brother Kenny，咁佢退咗休之後咧就去我哋嗰個新人培訓會嗰個中心嗰度咧。
做義工。佢喺已經60幾歲嘅年紀咧，開始學習點字，然後咧幫我哋做點字嘅翻譯、錄音，或者係補習，樣樣都做到佢咧係好大年紀之後離開香港，翻到去呢個愛爾蘭休息，好感動。即係喺當年呢啲嘅修士咧，佢哋係或者嚟自神嘅一個嘅信息，佢哋就係將佢一生咧係付出俾香港嘅教育，而我哋咧係其中一代人嘅受益。而佢哋要嘅唔係我哋嘅回報，而係我哋繼續去將呢個人文關懷嘅信息繼續擴散出嚟。我畢咗業之後咧，我喺港大畢咗業之後咧，我就花到而家咁多年嘅時間咧，都係推動平等嘅機會。喺新明理進會係一個我哋盲人自己組織嘅一個團體，我哋相信我哋係可以自發，我哋解決我哋嘅問題。我哋唔係問題本身 ，we are not a problem， we ar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我哋唔係victim，我哋係解決問題嘅，係啦。咁我呢個信息要講俾所有其他即係喺困境嘅人裏邊，或者係傷殘士，或者係喺遇到各種各樣嘅困難。我哋好高興咧喺呢個我哋成長嘅年代咧，香港社會係有一個咁樣嘅空間同埋機會俾我哋去提出呢啲嘅概念，然後仲可以實踐。80年代我有一個同學希望考入香港政府做 E.O.， 政府唔俾佢考，於是咧我同佢一齊寫一封請願信俾當時嘅Acting Governor， 因為基達爵士佢係我哋 ICAC 嘅第一個主任，後來升咗做布政司。咁嗰年咧佢做呢個代理總督，就嚟我大學嘅宿舍 Victory Hall 就係講學。咁我又乘機咧俾一封請願信佢。佢咧收到呢封信之後咧，佢當然可以抌落垃圾桶啦，但係佢應承我一定會睇㗎嘛。結果佢哋成立咗一個工作小組。日後咧就將公務員嘅招聘條例咧修改，令到佢咧令到政府咧係有責任招聘傷殘人士，並且俾佢哋咧係參與呢個公務員嘅招募試。咁呢一個嘅改變咧，俾我一個好大嘅鼓勵，就係原來我哋可以提出要求改善咧我哋嘅制度，然後咧係我哋嘅政府咧仍然都係有空間去聽嘅。即係無論當時嘅資源或者係社會嘅缺乏程度去到邊一度，我哋都總有空間咧去改善。所以我參加好多嘅社會服務嘅改革，社會服務聯會啦。日後我同呢個胡紅玉佢哋夾緊 draft 咗呢個嘅叫做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即係殘疾人士權利保障法而家都仲喺度。咁喺國際上亦都參與咗推動呢個嘅聯合國傷殘人士權利公約嘅制定喺香港嘅香港嘅推動體驗等等。咁我其中一個嘅工作就係我係喺樂施會裏邊工作。樂施會係一個國際嘅團體。我係樂施會初嘅入到嚟做行政幹事啦，跟住做總幹事。即係我係差唔多香港人第一個香港嘅人喺呢個國際組織裏邊做一個總幹事嘅職務。咁而樂施會就係將我細個喺盲人呢個範圍裏邊所體現嘅一啲嘅平等嘅權利，助人自助嘅概念推廣去俾全世界，然後喺全世界唔同嘅受困嘅群體，無論因為宗教、政治、性別、種族或者係語言受到呢個嘅
傷害或者壓迫或者剝削佢哋一啲嘅群體，其實都係可以應用同一個原則，就係、是、我哋要俾機會受困難嘅人去提出佢哋解決嘅困難嘅答案。我去過東帝汶啦，我去過亦都去過瑞士同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去商談，關於點樣更改貿易組織去推動呢個貧窮嘅解決。樂施會之後，我而家做緊一啲嘅環保組織，推動呢個關注氣候變化。喺2007年嘅時候，我係香港第一個人咧，係帶大學生咧去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我冇留喺盲人嘅問題上面，因為我覺得我就係要證明，其實每一個人唔係由佢個 disability 去分類，而係由佢嘅 abilities、佢嘅 powers。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能力，同埋佢哋嘅想追求嘅願望，係啦。咁所有呢啲嘢嘅孕育嘅基礎，都要翻去9龍城邦濟，俾到我哋嘅機會。咁